又到咗一年清明要蒸拜神糕嘅時候啦。今日分享一個紅糖馬拉糕 3.0 升級版，唔單止做法更加簡單，連口感都更加香甜軟糯有嚼頭，新手小白都可以輕鬆搞掂。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呢包紅糖馬拉糕專用粉裏邊唔單止配好咗麵粉同木薯澱粉嘅比例，連紅糖、內高糖嘅酵母都配好晒，唔需要自己記配方逐樣去買。一包粉就配180毫升嘅清水。如果你屋企冇量杯，我專登裝水落呢個袋度量咗一下，180毫升水呢就啱啱到呢個蒸籠嘅頂部，將粉漿攪拌到絲滑無乾粉粒嘅狀態就得啦。如果你冇專用嘅工具攪拌嘅話呢，都可以過一過篩，冚蓋加下啲天時，室溫發酵佢半個鐘度。加入1匙羹嘅粟米油、花生油都得，就係油香味重啲，你唔介意嘅話都冇所謂噶。將佢哋攪勻勻，排出啲大氣泡就得噶啦。如果你都係用呢啲內高溫嘅硅膠模具嚟蒸呢，就唔使掃油。但係如果你用不鏽鋼或者係陶瓷碗嚟蒸呢，個盤底就要搽一層薄油，防止黐底。攞高少少，倒入啲粉漿，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啲大氣泡。凍水上鑊開始計時，全程中大火蒸佢30分鐘，關火之後再焗多佢5分鐘。表面可以掃一層薄油，防止風乾，稍為攤凍一下就可以輕鬆脫模噶啦。呢個糕蒸出嚟係比出邊食嗰啲減咗糖量嘅，微微地嘅清甜，非常之鬆軟有嚼頭，真係好食，強烈推薦你哋試下。評論區等你嚟交功課。